在元和宫凤鸣社演奏声中，市长杨伟霆带领众人做伙行入现场，为顶北方历史街道竣工来揭牌。请节拍3、2、1。市长杨伟霆表示，公私协力为中央到地方、立院到议会，众人齐心努力，让顶北方历史街区风华再现。我们大家公私协力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一直到不管从立法院到议会，一直到我们咱的社区各位里长大家用心，这非常非常甘心，当互这个风华再现，咱的中西区咱的北区元和宫这个周边，不管是大庆街、自强街还是百花街这边，拢会当用到这么好。我们在这个街区里面会看了很多次，咱就毋望讲顶北方文化园区会当用一条线，用历史街区的方式，把所有咱遮的有传统文化的点给连起来。区长潘宝书讲，过去这附近的街巷拢是黑黑暗暗，经过工程改造，现在变成浪漫散步约会好所在。咱甲规个大庆街的路来做一个修复，防止那个民众跌倒。2米半的巷仔内底，黑黑暗暗，即马是晚上漫步变成约会的好地方。大家相信吗？我若无相信，咱烧酒来约会，好不好？顶北方历史街道整合计划斥资大约4700万，总共改造3条历史街区，总长1054公尺，包含路面翻新为有线形的石板铺面，历史文明的建筑入面搭配造景灯火，历经2天的工程，将于8日正式甲民众见面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